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话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评你要学一款话上介紧，咱就是看戏，就是听歌。学台语嘛同款，因为戏出内底有喜怒哀乐感情的变化。你像讲100-200当前，咱台湾人的子弟咧读硕士篇文，内底迄个诗句读出来，第一有台语音韵的水，第二佫会当提醒咱人生的哲理。国情就你研究，其中4句讲：受因深处宜先退，得意忘时便可休。莫待是非来入耳，将前恩爱还成仇。当然，咱干来看字面，咱会当体会讲，这个劝人做人的情理。你对我好，温情真深，不过我爱个体。国情安尼哪有道理？唔是，因为我得意洋洋的时，我若袂晓打动啊，有当着我做务失败，我家己袂自觉。人甲人当咧好，看甲亲好好，啊万不利。若有人去甲你夹耳啊，去甲你分耳空风，安尼你对我的感情，对我的疼惜，将前的恩爱，若颠倒结冤仇的时阵，安尼我要对倒位走闪？这过去戏出有做无？有喏。咱讲刘邦伫咧拍天下的时阵，张良徛倒边，韩信徛正边，真正伊足少重的左右手。结果真正汉朝登基江山了后，张良甲韩信讲吼，刘邦这个人，袂输敢若讲。天顶真济鸟只咧飞的时阵，经钱甲举出来是啊。结果你举头甲看，所有这牛飞鸟只拢互咱拍了了、射了了，这副经钱咧。韩信袂晓想，张良就安尼甲解说，讲经钱当然是收起来藏。人讲飞鸟尽，良弓藏，所以张良用诗句对刘邦8句诗见面先表明讲，游遍天涯海角洲，人心不属水中流。我天涯海角看透透啊，人的心肝无亲像水咧流这么久长。再来第3句接落去，就是硕士篇文有记载，这个第3句讲：受因深处宜先退，得意忘时便可休。莫待是非来入耳，将前恩爱还成仇。用这4句对刘邦表明，再来收煞张良各2句，讲不是微臣归去早，临急恐生不相救。那真正临急到地啊，换你要甲我结冤仇，人甲你分耳空风的时阵，你对我都袂遮尔周到啊。当然，这过去硕士篇文所写的诗，嘛当作人生的哲理，互咱朋友来做参考，互相研究甲探讨。